咱来关心天气，讲到这风台环苏高接近台湾的时阵，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咯。不过，伊的外围分系含季风环流会一直影响台湾，到后礼拜一呢，天气拢是无啥稳定的。台风靠过来，台东市区搁一摆变作沙城，连外水湖有水汽的所在嘛，无法度挡风袂刷。连续几天的大水雨，河边南溪是向淹起来，甲河防所的700多公顷水河坎田拢冲毁，水摕落去，河床的细沙和大风靠过去市区，造成空气的品质真歹，暗算上紧爱3礼拜才当修复。其实可以制作的量能是有限，所以推算下来的话，大概需要30个工作日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整个水覆盖的一个修复部分。今年第7号的风台环苏高已经减弱，变作热带性低气压，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河岭方面的北部含东北部地区不时是出现一阵的大雨。另外第8号风台德泽草是持续往巴士海峡迄边刷过去，估计伫拜6嘛会减弱。气象专家吴德英指出讲，热带性低气压含德泽草拢一直在减弱，公准风和雨势拢一阵，时间无长，但天气无稳定。因为两个距离很近，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些藤原效应的这个效果在里面，所以它的旋转会比一般的这种大低压的旋转还要多一点。明天的白天及明天的晚上，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，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。那在西南风的迎风面吹拂之下，在中南部地区雨势是最明显。拜六投票日的天气，各地嘛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，也是雷公雨；其他的地区过道有雷阵雨。另外，在关岛附近的科罗沙风台，预报的路径偏北，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。到后礼拜一，受季风环流的影响，中南部侪雨，某些范围剧烈天气的发生开地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